后出奇果有无红芪吼，啊嘛有出香菇，你看北部出香菇，这讲到这个香菇，就想到吼，咱迄个啥，较早的人吼，迄个念歌啊，讲迄个念歌啊吼，咱昨嘛有人讲说讲念歌啊，若是有机会，当搁补充一下无？我会当哪找吼，因为迄念歌资料我则是还阁有啦吼，我当补充一下。较早我听唱盘吼。迄形容讲吼，形容啥？我讲你听，讲做即摆办倒吼，办甲足青草的，有什么菜什么菜吼，伊安尼念起来吼，偌顺咧。我想一下，伊安尼念做讲吼，迄有够讲，因为较早的人吼，有无人语言能力啊？迄实在是足够的吼。你看伊拢有倒句咧，你搁听看觅，搁听一遍吼。即碗乃哈咯，即碗都鸡肉滚香菇即碗乃老，即碗都爱玲啊滚菜头，即盘甜，这都咖喱炒大面吼，四碗白四汤，中央一碗腰子汤，迄实有够讲的吼。好来，